有要猪头肉的没？猪头肉都是带着猪嘴的啊。口条心眼猪头肉都是25了啊。家人们有要的没？有要熟食的25一斤，咱就包邮了。想买猪头肉大猪蹄子的啊，口条心眼肘子的25了啊。咱家这熟食你就回家吃去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的，嘎嘎香的。家人们有要猪头肉猪蹄的没？肘子口条心眼的，家人们有要的没？